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26，旧历的11月初1，礼拜二。新地即卖这个时阵，拢是吹真强的高降风。宝山乡的横区2路有一块真大地路牌，去互强风吹一个滴落来，喊死一个过路的骑机车的民众。 行车记录器画面伫黑暗中模糊无清楚，但详细看正平大型道路指示牌，汹涌怎倒落来。光对路面发出红光的机车，当时单线骑士都缀伫路牌下面，前方真危急。我们会撑住，一定不会压下来，有很多雪了。偌久附近的民众赶紧将这块路牌给掩起来。 互赶到现场的救护人员就被带着单身男子送病院，不过被几百公斤的路牌带着，单身男子伤势真严重，抢救了后也是宣告死亡。民族在这个时候都是久降风啊，因为是风大了，所以突然断裂倒塌。 当地风有安尼大嘞，路的民众都听到呼呼叫的声音，疑似去吹登去道路指示牌，有几百公斤，悬度是达到8米，是空心的钢管。虽然机车无生鲜的情况，不过煞登去。相关单位已经咧调查意外原因，强调是应该爱全面检视道路指示牌安全性，才袂阁发生类似意外。